聖羅撒英文中學6月21號喺學校禮堂舉行咗2024-25學年中六畢業典禮。112名應屆中六畢業生穿着整齊嘅校服，魚貫進場，喺校歌、祈禱同嘉賓、師長們嘅祝福中，見證住佢哋完成中學階段，即將踏入大學校門嘅一刻。教育及青年發展局青年廳廳長張敏輝喺致辭中，希望同學們喺畢業之後仍然保持求知熱情，樹立終身學習嘅信念，並常懷仁愛之心，溫暖關懷身邊嘅人。佢勉勵同學們通過努力同不斷學習，明確成長目標，將個人理想融入到國家同澳門嘅發展中，做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同擔當嘅澳門青年，成為建設國家同澳門嘅新力量。根據校長吳秀慧喺畢業禮上嘅報告，呢112位畢業同學，無論係文商或者係理班，都已經全數準備升學。佢哋無論留喺本地或者到內地、香港、台灣，甚至遠赴澳洲、英國同日本。吳校長希望佢哋能夠帶住校訓、忠誠仁愛，喺未來嘅挑戰或者困境中，都可以欣然面對同跨越。而畢業同學代表就分別以英語同廣東話感謝師長、職工們無私嘅愛同辛勤付出，以及家長不分晝夜嘅陪伴，讓佢哋喺12年嘅學校生活中日漸成長，成為今日自信、自強同能夠獨當一面嘅佢哋。並相信喺學校中滿載嘅回憶同友誼，每滴載滿熱愛青春嘅淚水同汗水，都係求學路上豐厚財富。咁將來無論遇到成敗得失，面對挫折亦都無需害怕，只要接納自己嘅不足，勇敢面對失敗，磨練之後一定可以成就更好嘅自己，將學到嘅知識貢獻社會。畢業同學逐一喺包括教區首穆里賓生主教嘅各位嘉賓手上接到努力嘅成果、唔同嘅獎項同畢業證書之後，亦都以歌聲同表演向母校講一聲多謝。